今天的午餐芥蓝菜配野樱桃，第一次尝这个野樱桃，酸酸的，好下饭呀！跟你们分享哦。Hello， 我是 Jennifer， 今天炒了橄榄菜加的那个野樱桃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哦。没想到一个微酸甘甜，一个咸香回甘，两个味道完全不同的食材竟然意外合拍，吃下去的瞬间真的被惊喜到了，真的，我看给你们看，就是配上那个橄榄菜的咸咸的跟酸酸的，哇，真的是意外的好吃，跟你们分享。Hello， 又是我。原来止咳糖浆里的秘密成分是它，跟你们分享哦。我是。